大家好，我係 Project Umbrella 嘅 Brian。今時今日呢一個社會，幾乎每個香港人都係會去做投資嘅，每個人都希望可以用最短嘅時間爭取最大嘅回報。但係喺呢個咁吸引嘅說話下面，其實係咪一個包裝住糖衣嘅陷阱呢？有時打開新聞，你就會見到身邊真係會發生好多嘅騙案，無論係墮入愛情陷阱，定係因為投資而身陷險境。其中一樣嘢最矚目就係校園騙案啊！我哋一齊嚟睇下啲數據。喺今年嘅上半年啊，已經有957名嘅專上學院學生俾人呃咗，而當中嘅本地學生同埋一啲港漂嘅內地學生咧，分別就佔咗67.3% 同埋32.7% 啊。內地嘅學生佔咗全個群體受騙金額嘅55%，達到6000萬港元左右啊。而直至到今年嘅9月份，總共有1711宗涉及大學生嘅騙案，總損失係去到1.8億港元咁多啊！對於呢一啲騙案嘅受害者咧，本人亦都感同身受啊，因為曾經膚淺嘅我亦都有俾人呃過，咁當然呢個金額就冇咁大啦，但係俾人呃咗一筆錢走咧，其實都好不是味兒啊！有一啲嘅騙案可能係涉及投資，可能同你講喺短期之內就可以有好多%嘅回報啊，又或者可能係一個零風險，但係就可以俾到你一個豐厚收益嘅投資選擇。如果你相信呢一個身邊嘅人，又或者你聽到有人咁樣去同你講嘅時候，你會唔會心動呢？有呢啲咁好嘅 offer，當然係相當之吸引啦。但我哋聽到咁吸引嘅回報嘅時候，係咪應該要小心啲呢？好多人會覺得保險係呃人，有時我寧願你俾一個保險 agent 去買一份儲蓄計劃，都唔好去信呢一啲低風險高回報嘅投資選擇啊！咁假如你真係俾人呃咗去買一份保險，俾人呃咗去買一份儲蓄計劃，咁你會發生啲咩事呢？第一咧，就係你可能喺短期之內攞唔翻呢一筆錢啦，因為儲蓄計劃嘅本質係一份中長期嘅投資計劃，所以講緊頭5年嘅時間咧，基本上個回報收益咧都係0嘅。係儲蓄計劃就係一份中長期嘅計劃啊嘛，你都唔可以期望一筆中長期嘅計劃可以俾到一筆豐厚嘅短期回報你噶嘛，就好似一個短跑高手同一個馬拉松高手咁，你點可以將兩位選手相提並論，話邊一個好啲呢？當你俾人呃咗去買一份儲蓄計劃之後，你短期內攞唔得翻啲錢，你過咗幾年之後你就發覺，我張單已經供完啦。可能你就會睇到我個 channel，就發現，原來張單已經可以拎到錢咯。以我哋目前公司嘅儲蓄計劃為例啦，將一筆錢喺5年前放喺保險公司入面，5年之後你就已經可以製造到一份每年嘅被動現金收入。講緊7%多唔多呢？你諗下而家啲投資者放喺一層樓入面去賺佢嘅租金回報，講緊都只係2-3%都未必有啊！所以原來俾人呃咗去買保險呢，仲可以幫自己製造到一筆現金流啊！咁你話唔係喎，話明俾人呃，咁啲錢係咪應該攞唔翻先？咁攞唔攞得翻呢？就要睇翻每一間保險公司嘅紅利實現率啦。紅利實現率係一間保險公司嘅成績表啊！做得好嘅保險公司，佢哋嘅紅利實現率呢就係100%，做得唔好嘅咪自然低過100%咯。所以即使俾人呃咗買一份保險都好，原來呢一份保險係有佢嘅監管機制，係有佢自己嘅成績表，可以睇到佢究竟幫你揾到幾多錢出嚟。當你發現俾人呃多咗幾年之後，呢一筆錢就會越長越大，去到10年、10年、20年嘅時候，原來一筆錢可以翻倍嘅。喺2025年10月、11月左右推出嘅全新嘅儲蓄計劃呢，原來係可以喺20年之後可以攞得翻2.3倍咁多嘅投資回報啊！呢一筆回報無論係你攞嚟俾自己退休去做一個被動現金收入啊，定係呢一筆錢喺20年前儲俾你自己嘅小朋友攞嚟去讀大學都可以啊！最後就係有一筆現金準備留俾小朋友嘅呢一班父母啦。如果呢一筆錢好快就交咗俾你小朋友嘅手上，你擔唔擔心佢會遇到其他騙徒，或者遇到呢一啲電話騙案，然後俾佢哋呃晒你辛苦儲落嚟嘅辛苦錢呢？定係唔係呢？可能你喺好幾年前信咗一個保險 agent，當你去到小朋友大個嘅時候，你先至再俾翻筆錢佢，而小朋友亦都有足夠嘅時間俾佢喺社會經歷闖蕩，學習點樣去管理金錢，等佢真可以接管到呢一筆錢去好好理財。最好嘅例子呢，就係肥姐啦，肥姐喺生前準備咗一筆信託俾佢嘅女欣怡啊，而年輕嘅欣怡呢，亦都有佢初生之犢嘅一面，唔係好識理財，但係去到大個女經歷過風風浪浪，經歷過低谷，肥姐就喺佢35歲嘅時候透過信託俾欣怡完整咁繼承佢整筆財富，咁樣嘅選擇係咪仲好呢？原來儲蓄計劃已經可以做到呢一個效果啦，所以講到嚟呢度，不妨好好考慮一下。雖然儲蓄計劃冇辦法俾到你一個短期嘅現金流，起碼可以確保將來呢一筆錢可以完完整整咁俾翻你，或者俾翻你嘅下一代。唔知你又點睇呢？今日嘅分享就嚟到呢一度啦，中意嘅朋友記得 like、subscribe 同埋分享我哋嘅 channel，下一集再同大家見。